我哋都知道宇宙萬物係唔可以冇咗水嘅，冇咗水，宇宙就會冇生命，冇咗水，我哋生命就得唔到延續。水對於我哋身體嘅新陳代謝咧係好重要嘅，所以醫生會建議我哋多啲飲水。但係你所飲嘅水係咪真係對身體有益呢？你可能會話我飲嗰啲水好乾淨，同埋我一定會煲過先飲，應該冇乜問題。不過係咪就係咁簡單？不如等我同你一齊做個實驗啦。嗱，呢一度咧有一束鬱金香，係我尋日新鮮喺花店買翻嚟嘅。本來啲花咧就開得好靚嘅，不過因為冇擠喺水度，而家已經謝晒啦。不如咁啊，我試下再將佢哋擠翻喺水入邊，睇下佢哋會點啊啦。首先，我會將一半擠喺普通嘅自來水度。另外咧，我就會先將自來水經過呢個特殊嘅食水處理器所得到嘅水，我就會攞嚟浸另外嗰一半。為咗方便區別咧，我暫時會叫呢一啲做健康水。首先唔好問我呢個食水處理器有啲咩特別先，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呢一個食水處理器咧係喺2001年日內瓦舉行嘅第29屆國際發明及新科技產品大展中咧，贏到健康食品啦同埋飲品類別嘅金牌，同埋全場特別大獎，獲得國際專家嘅讚賞。我而家先將一半鬱金香咧放喺健康水，另外一半咧就放喺普通嘅自來水，跟住睇下佢哋有啲咩變化。不過需要少少時間嘅。點解用健康水浸嘅鬱金香咁快脆就可以回復生氣呢？係咪因為健康水裏頭有啲咩特別嘅嘢令佢可以咁快脆回復生氣？或者首先我哋應該了解一下水嘅事實先。水嘅分子咧唔係一粒一粒咁存在，而係連埋一齊成為團狀。普通自來水嘅分子團咧係由好多粒分子組成，所以咧體積係相當大，滲透力就會比較低，冇咁容易被生物細胞所吸收。插喺普通自來水嘅鬱金香咧，由於普通自來水唔容易被吸收，咁所以佢就唔可以喺好快嘅時間之內吸收到足夠嘅水分，令佢回復生氣。至於插喺健康水裏邊嘅鬱金香，點解可以咁快脆就回復生命力呢？好啦，而家我就要介紹呢一部非常特殊嘅食水處理器，就係 Diamond 鑽石能量水系統。當啲水經過鑽石能量水系統嘅時候，獲得咗能量，水嘅分子團變得極為細小，鬱金香嘅細胞迅速吸收，得到滋潤，好快脆就回復生命力啦。或者你會諗到呢一啲容易被細胞吸收，能夠帶嚟生命力嘅健康水對人體有冇特別嘅好處？有，對我哋嘅健康係有好大嘅好處。大家都知道咧，水喺人體嘅新陳代謝過程中咧有兩個作用，佢幫助我哋將養分帶到全身各處，俾細胞吸收，同時亦都幫助我哋將身體喺新陳代謝過程中產生嘅廢物排出體外。如果水能夠更有效咁樣滲入細胞，俾細胞更好咁吸收，咁佢輸送養分同排除廢物嘅工作，當然亦都會做得更好啦。成日都聽人話現代人特別多病痛，尤其是都市人有好多慢性病，例如皮膚過敏啦、肝病、糖尿、腫瘤、潰瘍，各式各樣。專家認為咧，同我哋唔健康嘅飲食習慣啦、食物同埋生活環境受到嚴重污染有好大關係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平時我哋食嘅食物有幾多係冇化學成分嘅呢？好多都係含有人造調味劑、人造色素、防腐劑，蔬菜又受到農藥同化學肥料嘅污染。你可能都食過一啲帶火水味嘅海鮮啦，記唔記得新聞報道甚至有啲深海魚都帶有重金屬呢？我哋每日食嘅雞、鴨、豬、牛，佢哋嘅飼料中大部分都含有激素或者係抗生素。你估計有幾多殘留喺肉類當中俾我哋食咗落肚呢？每日我哋喺街上會吸入咗幾多受嚴重污染嘅空氣呢？仲有，為咗口腹之欲，我哋好多人都喜歡食一啲煎炸嘢，過甜過油，不利於健康嘅食品。每一日我哋嘅身體都吸收大量有害嘅物質，但係就冇辦法完全排出，不斷咁累積喺我哋嘅細胞裏邊，慢慢就影響咗我哋嘅抵抗力，疾病就會出現啦。所以近年嚟，排毒就成為一個相當熱門嘅話題。而鑽石能量水咧，正正對呢一個人體受污染嘅問題
提供咗一個有效、簡單同埋天然嘅解決辦法。佢嘅水分子團極之微小，能夠有效咁樣滲入人體嘅細胞，幫助我哋天然免疫系統發揮正常功效，增強抵抗力呢？為咗自己同家人嘅健康着想，你係咪應該安裝一台鑽石能量水系統，開始飲用能夠為你帶嚟強健體魄嘅健康水，等自己每日都可以精神奕奕去應付沉重嘅工作挑戰呢？呢個時候，等我為你揭開鑽石能量水系統嘅秘密，等你對佢可以有更深入嘅認識。鑽石能量水系統裏邊有6個濾芯，每一個都負責唔同嘅任務。第一個係獲得美國 NSF 認證嘅頂級陶瓷濾芯，佢係可以隔除泥沙、鐵鏽等雜質同埋細菌。經過權威化驗所測試有效率係達到99% 以上。第二個濾芯係由活性炭同埋天然礦石組成，可以除去水中嘅色素同埋異味，調節水裏邊對人體有益嘅礦物質。所以鑽石能量水飲起上嚟係特別甘甜嘅，只要你一飲入口馬上可以感覺到嘅。第三個濾芯係符合美國 FDA 同埋 EPA 安全標準嘅高級活性炭同金屬離子轉換器，能夠濾除一切有害嘅重金屬、輻射物、化學劑同埋農藥等等，效率遠遠超越國際安全指標。經過呢3個濾芯之後，水已經變成絕對安全，可以飲用，而且味道仲好甘甜添。但係鑽石能量水系統最重要嘅部分仍然喺後頭。第4個濾芯係 CE2000 派能量轉化器，亦都係鑽石能量水系統嘅心臟，能夠釋放高能量，將水分子團分解。CE2000 派嘅能量轉化技術係目前世界上最先進嘅，佢能夠將水分子團分解到最微小，最有利於人體吸收。澳洲同日本嘅高科技化驗中心都證明呢個事實。第5個濾芯係高科技 ID2 能量穩定器，穩定水獲得嘅能量，令水分子團能夠長時間保持微小。第6個濾芯由獲得美國 NSF 認證嘅高密度活性炭同天然磁石組成，將水調節到含微量鹼性，增加鈣離子同埋含氧量，更加適合人體健康。經過6個濾芯之後，水就變成健康水，亦即係鑽石能量水。鑽石能量水唔係藥，只係對你嘅健康最有益處嘅好水，因為佢嘅分子團極之細小，能夠幫助我哋清除體內毒素，增強我哋嘅抵抗力，對抗疾病，增進健康。醫生建議你哋每日飲8杯水，我就建議你哋每日飲8杯鑽石能量水，好快脆你就可以感覺到健康水為你帶嚟健康嘅好處啦。口臭、暗瘡、便秘等等各種因為體內毒素累積而產生嘅小問題都會得到改善。事實上，鑽石能量水喺我哋日常生活中亦都可以為我哋帶嚟好多好處嘅。用鑽石能量水浸洗過嘅蔬菜能夠更長時間保持新鮮翠綠。用鑽石能量水洗魚同埋貝殼類，能夠去除腥味，更加好食。女士們就一定喜歡用鑽石能量水啦，因為鑽石能量水嘅微小分子團能夠滲入表皮，濕潤細胞，改善新陳代謝，減少暗瘡、黑頭等皮膚更加嫩滑。鑽石能量水唔單止潔淨甘甜，而且因為佢嘅分子團極之微小，特別容易吸收，幫助清除我哋體內嘅毒素，增強我哋抵抗力，促進健康。等我哋每日都能夠精神奕奕，迎接繁重嘅工作挑戰，更好咁樣享受人生。只要你諗下，你嘅細佬哥每日吸收咗幾多對身體有害嘅物質，只要你關心老人家嘅健康，你一定同意應該馬上安裝一台鑽石能量水系統，同你嘅家人一齊享受健康生活嘅好處。健康係無價之寶，增強你同家人嘅體質，多飲健康水。鑽石能量水，鑽石能量水係不一樣嘅水，係健康水。
洗心，我覺得係一種話俾我聽，原來啲水有幾邋遢。咁我洗完之後咧，其實俾我一種安心啊！我洗完支心係可以靚翻嘅時候，其實佢可以再即係令到啲水就會乾淨，繼續乾淨，繼續健康。即係咁相對嚟講，我嘅健康咧繼續咧會維持到咯。I collect the whole pail of water and just shower with this diamond water. So in about less than 2 months, and this problem was off for me. So now I don't have this skin irritation. I don't have this gum problem. 咁啊，朝早我同我媽咪同埋我哥咧都敷面，咁咧其實咧，如果啲人冇嗰啲面膜紙，好簡單，就係用嗰啲廚房吸水紙濕咗去，搣開兩個窿，攞嚟俾個鼻呼吸，咁然後你擺喺塊面度15分鐘。所以我叫我啲朋友都係咁樣敷咯。係啊，咁你係明顯見到咧，係唔係乾啦？即係過咗一個字都未乾啦，佢係 feel 到係非常之冰涼，同埋係唔掹緊同埋滑嘅。Sebab yang saya perasan untuk anak saya, dulu anak saya rajin selesema, batuk, sekarang dah kurang, yang asma pun dah kurang.